23月初，伫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会面了后，出现着疑似中毒的症状。根据着美国《华尔街日报》甲英国《卫报》的报道，讲因伫咧会谈进前，敢若食巧克力甲啉水，结果无偌久，这个手甲面开始来扭皮，目睭泛红肿、刺痛、流目疣，甚至一度失明，几啊点钟。讲怀疑是俄罗斯的强硬派用这个化学武器，甲3个人来下毒，要来破坏着和谈。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爆发了后，双方随开始会谈，不过所发生两边谈判代表敢若互下毒的消息。根据英国《卫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一直伫乌克兰和俄罗斯遭撞的英国超级脚球俱乐部切尔西的前老板阿布拉莫维奇和两位乌克兰谈判代表，伫这个月3号伫基辅会面了后，拢出现中毒的镜头。报道指出，3人伫开会前几点钟啉水和食巧克力。了后，阿布拉莫维奇和乌克兰议员乌梅洛夫，佮有另外一位乌克兰谈判成员，拢出现目睭真红、真肿、真痛，双手扭皮等等中毒的镜头。阿布拉莫维奇的目睭甚至佮看无，好加在3个人去土耳其一间诊所治疗了后，状况有改善，所来都转去基辅参加另外一摆谈判。针对这个事件，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伫张电视访问的回应。互人有想象的空間。Я всім раджу, коли хтось їде на будь-які переговори, пов'язані на будь-які переговори з Російською Федерацією, нічого не їсти, нічого не пити. І бажано мінімально торкатися будь-яких поверхень. По-перше, по-друге, всі ці історії, там хтось щось де почув, якісь джерела. Зараз дуже багато всього цього, тому що всі спраглі до новин, до сенсацій.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发言人嘛讲，这件代志目前有真侪人拢咧叫，建议大家关心官方的消息就好。路透社是引用一位身份不明的美国官员所讲的话，伊讲有情报显示阿布拉莫维奇和乌克兰谈判的代表，因出现的镜头是因为环境的因素，毋是中毒。BBC 的记者嘛分析，这恐惊是美国超工无爱处理这件中毒的消息，要避免代志个扩大。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